旧历7月份要到啊，为特别减少中原普渡烧金烧香，环保署嘛甲网甲龙山寺合作推广环保拜拜，希望各地庙宇庙寺拢会当减碳、响应减碳，减少空气污染。按道顶悬放适量的水果做制品，也是用米代替金纸，小食原来当兼顾民俗，也会当做环保。农历7月底要到啊，环保署为了推广环保普渡的做法，甲龙山寺合作推广以米代金线上普渡，这个环保祭祀的做法，希望民众甲庙宇做伙配合。空气染污啊，这就不环保了啊！有时候我自己来拜，我们也不会真的拿香，我们也是用手合十拜，那是一个诚意比较重要，不会到线上铺，还是会觉得有实际的实体这样比较好。民众普遍会当接受做环保减少金纸的观念，地方公庙的金炉原来有当配合环保减少烧金纸的告示。环保署统计，当年差不多有3成以上烧纸钱是普渡祭祀，将近3年的纸钱累积集中量达到6.4万吨。所以甲网甲龙山寺合作，龙山寺是讲大家做伙响应，才会当互空污减到最低，互环境更加好。所谓的纸钱集中烧，或者是说，甚至我们的这一些的一个祭祀的贡品，都能够卖光摆着一大堆，结果最后变成了厨余。有人说一炷香可以通到天庭，那都是假的啦，没有人这样。你的心到了，你的意也就到了哦。所以心诚则灵。环保单位嘛，甲4大超商合作，会当伫超商内的事务机台点选义工代金的功能，并且甲社福团体合作，互民众捐款，除了帮助弱势团体，嘛会当卖烧金纸，减少空气污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